投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9公司台起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西南气流会豆豆减弱，中南部也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无啥稳定，也有短时间的强降雨，要过落雨范围会变较细啊。气象局早起有针对云林以南6个县市发布大水雨，也是大雨特报。水利署嘛有针对台南发布淹水的警示。中南部爱设置单位讲强阵风，其他所在今日顶半日是侪云到好天，暗过过昼了后有西北雨，而且落雨会比昨午更较明显。对明仔开始，伫即礼拜太平洋高压会增强，西南风的影响范围只敢若全南部尔，所以会开互高温烧热天气，过昼会落西北雨。今日受西南风影响，气象局嘛有针对屏东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即天的大雨嘛，互南边乡村拢淹水，三地门山壁放落来，万丹有大排的暴风风冲海去，田甲徛家拢做大水，灾情未少。车开过，水喷甲比车身较悬。礼拜下晡，屏东县南边因为雨势真大，又搁积水，民众烦恼车去互水淹着，有时拢停伫咧大桥顶面，也有人趁积水无深的时阵，赶紧出来清水沟。你倒清去哦？要喺排水孔。哦。倒清清的。一条河，你这无用开袂使啊，我出着看的啊。三地门乡青山村入口的所在，因为连日大雨，边坡也放落来，土石甲大路砍一半，只好单向来通车。乡村半岛也是早起真侪所在积水，乌来路、真芳桥也拢积水超过10公分。哇！这个雨是怎样？现在都几点了，天空乌漆麻黑的。听到雨声就真烦恼的，也有万丹乡兴泉村、兴安村的民众。拜六暗头啊，当地淋落大排冻水壁，互重徛的溪仔水冲歹去，差不多40公尺遐长，溪仔水灌入去田内底，产业道路也有一寡徛家，加在一面过去啊，水退啊，也毋过雨若继续落，大排水恐惊会淹入庄仔内。当土墙哦，当水墙拢规拢放去啊嘛，足快安尼咯，水就伫淹流伫庄内去呗。只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气象局礼拜搁则对屏东县全区发布大水雨特报，民众想要好天，赶紧来整理厝内，恐惊还搁等一下。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受路撇风台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今日有6个所在是继续停班停课。高雄市政府是宣布讲，因为大水雨造成道路断气，今仔日的茂林、桃园、南马社3个行政区停止上班上课。屏东县政府嘛宣布讲，今日伫雾台、三地门甲来基这3个乡嘛是停班停课。顶礼拜西南气流加上风台雨，咱全台湾真侪所在拢上大雨。亲像伫高雄顶一仔已经是落比高雄规年的平均雨量也搁较侪。山区有人家厝因为地基流去，随时会崩去。若桃园区的桥嘛，互大水冲甲断去，民众无法度出入，目前敢若会当靠直升机送物资入去。山区雨量惊人，高雄气象站测到礼拜一下晡2点进前，6区3点钟雨量超过200毫米，14点钟雨量桃园区、茂林区、甲仙山林雨量拢超过250毫米，6区和平路到中道进前积水拢无退。规暝啊，我正来水一直灌入去，都爱一直清出来啊。雨落停，水退过阴，一直清理家园真无奈。家人将厝内底用冻物件冻伫门下口，也人骑车经过积水的所在，无说去跋倒。门口哦，你刚你跋倒哟？对，脚一点痛。形容你一个问题，因为挖路点啊加路地基冲空气，铁片厝顶厝一边好佳在无人受伤。全部崩落，这边全部崩落。天气的主要连外道路也受创，空中翕的卫兵员看到山顶的公路大部分拢淹崩落去，真惊人。藤枝连外道路18.2K 处因豪大雨势过大，造成道路崩塌，完全的全毁。并把铁路桥拆7冲断去，部落居民虽然撤离，只剩2礼拜存粮。车北早起，市府向内政部申请派遣直升机，再分4名台电人员物资甲台电装备360公斤就山协助抢修。市府统计为7月底到8月初7，山区内的雨量超过高雄规年度的年平均雨水量，所以市府宣布车北中道将灾害应变中心改造3级排泄。山区7区因为土石流、红色警戒无解除，依然维持2级排泄。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报纸看什么重点？甲乡亲咱做伙来看，先来看自由时报。法务部的司法学院今年第60期有57个学生司法官，伫填志愿的时，分数排前3名的人拢经要做检察官，这是头一摆出现这款状况。若前10名有6个人嘛是经检察官，有影是真热门。学者即马是分析讲，可能是检察官的形象较好，甲这有关系。来看联合报，海军投入设计咧起离型飞弹的突击艇。所公开对外表示讲，经过评估无下作战的需求，所以要撤案。海军已经把这案的报告送去立法院。据了解，这个案已经开2亿的钱去设计啊，即马相同重点，开的钱就要放水流，透过风波是正上脑筋。来看中国时报，8月初因为西南气流落大雨，农业损失真惨重。根据农委会统计，农业损失已经超过2亿1千万。农委会伫今仔日会公布，将划定7个县市救助的对象要有标准。来关心咱政府家己买99000多栋的莫德纳预防车已经送到咱台湾。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因为预防车数量无济，所以要先思考看卖，看要安怎分配。若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7个确定病例，有4个是本土病例，有3个是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这是提悬境界以来的新价。包括正捌的纸箱自火村内面温出，地勤人员赶紧将疫苗搬入飞机，送去冷链仓储进行疫苗检验风险流程。政府买的9.96万剂莫德纳预防车，初8透早自卢森堡起飞，下到3点45到桃园机场。我们现在大概就先拨33000剂，相关第一线比较会接触到病毒和相关病人的医护先来施打。好，那目前还没有开放到其他。那最主要是我们对后续的疫苗也没有办法充分的掌握那如果能够掌握，能够扩大当然我们就会及时来办理。指挥中心讲，台湾向美国买莫德纳疫苗，今年供应605万剂，分别是第一批5月28 15万剂，第二批6月18 24万剂，6月30 41万剂，7月19 35万剂，加这边的9.96万剂。目前总共124.96万剂到货，因为数量无多，但市长讲全看倒位当发挥上好的效果来分配。国内医生也讲，这边到货莫德纳数量真少，尤其这么已经开放第一线专职的医护人员，第二剂当男子莫德纳，而且疫苗平台顶头医院登记，敢若选莫德纳的就390万人，可能讲有通等。所以看民众是不是能改变想法，把家己的选项改做有啥就做啥。如果施打的1剂疫苗，那你的基本的保护力至少还有一定可能有50%以上如果 Delta 病毒当然稍微低一点，所以强烈建议目前还在苦守莫德纳单一选项的人，可能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你们的选疫苗的策略。在疫情方面，国内伫初8新增加7例确诊，分别是4例本土加3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新增加3例死亡。个案分布是台北市2例，新北市加桃园市拢1例，是提升境界以来上低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超过43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782例。中国的病例有93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1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600万例，印度是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是超过609万例，法国超过637万例。疫情影响全世界，法国甲意大利即马出入公共场所拢爱摕健康通行证，这是引起民众的不满的抗议。那泰国民众因为不满因的政府无在调防疫，毋但欠预防车，佮长期咧封锁，所以爆发严重的抗议活动。泰国上千名示威者切切无顾政府的防疫执规限制，伫曼谷胜利纪念碑周围抗议，因为因无法度忍受政府防疫失败，做疫苗计划延迟，本土以及疫苗3年出问题，一直封锁观光业，互老百姓生活受影响。
提出总理帕拉育落台检测王室甲军队预算，使用辉瑞、莫德纳等 mRNA 疫苗等三大诉求。因游行去总理徛街的途中，拄着数千个镇暴警察阻挡，街路搁一摆焊入水炮、催泪瓦斯、甲手零枪支坐飞，亲像战场的乱象共款，真侪人受伤甲被掠。ตอนนี้เรายังไม่ได้วัคซีนกันเลยบางคนอ่ะและอย่างที่บอกอ่ะ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ประยุทธ์ออ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ให้เศรษฐกิจมันเดินหน้าครับและตอนนี้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ได้ล็อกดาวน์ไม่มีงานทำคนมันจนมุม泰国初次新增加21000外件确诊，加212例死亡病例，情势是十分的严重。镜头转到欧洲，法国宪法委员会初5批准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也就是做过疫苗或者是48点钟内抗原阴性，或者是染疫康复证明。法国人初9开始想要伫露天咖啡座啉咖啡，进出公共场所看表演，坐飞行机、火车，拢爱有这个证明。当局在启动援护民众赶紧做疫苗，目前全国差不多有55%的人口完全做疫苗，不过反对者认为自由受侵犯，已经连续第4周末。在法国各大都市抗议，初次估算全国有超过23万人参加，包含巴黎17000人，超过顶一周末的记录。同款场面也佫出现伫意大利，健康通行证车落上路，也伫全国各大都市引起数千人的抗议。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度航太路票行向日本，昨昏伫日本九州的龙尼岛登陆，各大已经有超过28万人奉要求爱撤离去避难。来关心美国的确定病例，即马是创下半年来新高。美国的防疫专家福奇是表示讲，伊即马强烈建议讲，针对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爱加注第3档预防针。来关心东京奥运2场结束，不过国际奥会的主席巴赫和人权团体批评讲，拢无在注重中国违反人权的代志，嘛呼吁各国爱抵制北京的当为奥运。其他消息，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强14439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837例，台北市是4827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2例，苗栗549例，嘉南314例，彰化有273例，台中是207例，昨还有3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782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39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来关心上北，台北市伫昨昏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搁咧走找感染源。台北市最近嘛去稽查533间餐饮业者，看开放现食了后，敢有做好防疫措施，结果有61间业者爱改善。另外，伫新北市的部分，昨昏新增加1例，疫情有较稳定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即马是宣布讲，七夕从明仔开始，新北市会使开放游泳池甲骹球场。台北市伫咧最尾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正伫咧一条中查清楚感染源，其中1例是按15888八月初二起台北花卉批发市场，最高先后去过特利屋内5店、好乐内5店、大润发内2店，加御苑铁板烧，市府也公布按15875坐过这群的卡列，包括顶溪站、高定站、南京复兴站、加大安站。另外按15874的部分，伫咧福林街摆鸡肉大大附近拢危险。市府考虑8月大组会出来人，初步拢是阴性。附近的业者再检24位，其中10位是阴性。另外，稽查533间餐厅业者店内食的情形，有61间需要改进，包括员工碰体温、环境的清消加实验这资讯。目前还没有裁罚的家属，那当然我们会持续稽查，而且未来它绝对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稽查，因为防疫新生活的关系。新北市初步新增加1例确诊，是住伫3零堡的民众，居家隔离转阳性，因为伫台北工作被传染。新北市因为疫情较稳定，所以游泳池加骹球场自初10开放。游泳池是有浴或者是另外做册，无伫咧游泳时阵全程爱挂水啊。不过附设的设施无开放，其他行业甲场所会滚动式检讨。
其他的相关的行业，我们还是会做好滚动式的检讨。只要我们能够把疫情守得住，而且疫情稳定的往下走，我们都会采取逐渐开放，用分梯次、分阶段的方式。另外，新北市开放餐厅伫个店内食的部分，因为业者拢有积极防疫，而且疫情稳定，所以会继续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出名的猪上米进入麦当丢啊的报产期，需要水源来引产。也毋过7月底大水雨，甲准高的入水口冲海去，修理要好啊，顶一日佫拄着大雨佫海去，即马加在有雨水，田内底有积水，会当懵懂，暂时渡过难关。地上大水又连续落3天的大水雨，入水口的爆发互大水冲破去，水源无到了入水阵提供予农民来灌水。农田水利署地上工作站讲，其实入水口的爆发，伫7月底一波大水雨就被冲破去。原本预计下礼拜会抢修好，不过即阵可能要加7天以上才有法度来修复。而且原本对7月开始要来实施，地上这个田要来轮流灌水，即阵嘛要等这个爆发修理好了后，才会开始来实施。我们是先计划好，到水量没有办法全线通水的时候，我们就照我们的计划实施轮管。地上工作站站长尤坤书讲，即摆西南气流带来大水雨，先甲水圳的爆发冲歹去，也过农民烦恼拄插落去的场园啊欠水的问题，确实年田内底积袂少雨水才得到解决。农民讲，即波大水雨加在无互台东带来灾情，反倒顿时有帮助。现在在降雨的话，把空气中的游离氮带下来的话，对我们的水稻的氮数的增加是有帮助的。农水署地上工作站监测，即阵溪仔水已经无遐串流啊。下礼拜一开始会进行这爆发来修复，而即波大水雨补充真侪溪仔水，这对地上地区离期调作的灌溉用水来讲，有估到8月底进前应该是拢有够啊。等到水量不足的时阵，会搁再依照年度的计划开始来轮流灌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屏东那边，伫疫情期间有推出侪实在的料理包，也有研发防疫茶，这拢是用在地食材。若包装的部分拢是社区的志工妈妈咧做的，除了要替在地农产品拼销路，嘛互这志工妈妈加赚一寡所费。这一包一包的退火凉水是屏东那边公菜农场推出的防疫茶，包装甲菜花拢是社区的志工妈妈家己做的。已经地属在地食材销路歹，那边保育协会毋若收购在地农产，佮找社区妈妈来负责料理。现在的农渔民啊，在这一波疫情之下，很多生产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流通。我们其实是把长得比较没有那么讨喜的水果啦，跟农渔民收过来这样做，然后再去贩售，那也提供了大家一个便利。已经互咱的生活习惯改变，料理包、菜西箱会当讲是拿来拿普遍。这个防疫茶除了互消费者会当买到健康天然的商品，嘛帮助农民增加销路。佮有上重要的是，请社区的志工妈妈来料理包装，互因伫疫情期间维持收入。我们使用的都是在地食材，就是尽量能够帮助在地的小农。这边有一批在地的妈妈，在疫情期间维持有工作，其实是就是说地方生活圈共荣的概念。在我们这样子的制作里面，一个艰苦的时机吼，大家就小经，然后做伙度过去。公菜农场除了推出防疫茶，也收购屏东的在地农产，做出真侪好食的料理、四手啊等等的产品，希望农民、志工妈妈甲消费者拢会当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有料理包，嘛有读册包，这是疫情期间今年休热时间加较长，囡仔点出来时间较济。台南7股的树南国小为着要鼓励学生囡仔要保持看册习惯，有传读册包，鼓励囡仔会当加看册。这些册拢是经过消毒，学生登记就会当为校门领册。这是7股树南国小用快速餐饮店的概念来提供服务，学生伫咧休热期间也会当借册回去看。机会就可以把书带走的，所以才想到这个做法，其实就有点像返校麦当劳这样子，然后就得来书你来了，然后拿着就走，然后也不会因为疫情在这个地方停留太久。这个阅读包当中有无同款年纪适合的册，原本一地有5-6本，经过学生的建议，调整变成10本，配合无同款的主题，
互学生会当补充刷得学习的内容。毕竟小孩子的年龄层不一样，他们阅读的不管是内容啊，或是类别，其实也是有差别的。那我们就想以低年级的小朋友而言，他们还是着力在绘本的部分，所以低年级我们会绘本为主要的主力。然后中年级因为随着识字量比较多了，所以我们改用桥梁书来提供给孩子。那高年级真的是该看点比较有深度的书，所以会以像小说类的比较知识性多一点内容的书籍来提供给孩子。校方讲，这些册拢会经过消毒，加上来学校拢需要姓名册登记，详细也分流借册的时间，互家长甲学生拢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北港的北丁国小，今年学校有附设幼稚园，打造新的环境，即嘛有正声人目的艺术的装置艺术。做伙来去学校眼界一下，咱来看这只正特别的太空船。伫云林北港的北新国小，最近加一只太空船造型的装置艺术，不过内底好参像有人影。真少甲伊看，原来是中华民国的社会运动家孙文义的雕像。我觉得蛮酷的，蛮有特色的。然后因为可能现在因为幼稚园的关系讲，我们觉得蛮不一样的啦，有别以往的其他校园。我感觉安尼是袂歹啦，较新奇啊。较新奇哦。系啊，毋捌看过这款的，即摆都拢要飞去太空啊嘛，对。学校又想要有创意，不想要把这个遗像给移走，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说盖个房子让他住在。太空船内底常常出现一粒人头，有人带一条，也有人感觉真心色。不过北新国小是讲，即马全世界拢在探索太空，甚至阁有太空旅游的商机。校方特别开钱做一只太空船的装置艺术，也代表太空船带领这老师和学生飞向世界和宇宙。老二在这边上课，然后看到学校的改变，觉得蛮新奇的。感觉学校也蛮有创意的，因为附设幼儿园的这一部分原本也是教室，然后改成附幼，然后整个环境还有造景都改变。这个太空船的装置艺术也是为着最近开始营运的幼稚园所设计，目的是用创意的方式打造新奇的校园和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若要行销在地，嘛爱想撇步、想步数。台南市的六甲区公所最近有发表一套诗画集，请退休的员工来画图，若现任的区长来写诗，用画图甲写诗来小解在地36个有特色的建筑物，希望互民众会当认捌在地的人文甲历史，城人客来遮佚佗。台南六甲区公所前一阵发表《诗情画意》这本诗画集，特别邀请对公所退休的员工蔡慧景来发挥艺术专长，利用无共色水的鉛笔画出六甲36间特色建筑，其中包含宫庙和有名的古厝等等。在完成了这几幅画，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区长，他的鼓励让我对于画画的这个兴趣真的完全充满了热情。彩绘本内面600道讲拢有对应一条诗，这个诗拢是六甲区长陈启英亲身来创作的，希望利用诗和彩绘做伙呈现在地文化特色。总共有16间庙宇，有15间的一个老屋，还有5间的一个机构。我们希望能够勾勒出一个诗中有画或画中有诗的一个意境。接落来，公所按算要将这个诗画集送到各地图书馆，希望透过这个作品，让民众会当对六甲在地人文历史有更较深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国庆有一个木雕的工艺师，或者拿团装，以掠疫情做主题来创作，希望会当祈求咱台湾平安顺遂。有灵芝、有鱼啊，佮代表气势强甲要破开竹仔的茶条作品。这挂优柔的作品，拢是云林国庆茶条艺术拿团装伫咧疫情期间所创作的，各项作品拢有因特殊的意义。希望咱这疫情会当较稳定，会当穿鱼啊安尼安尼自由自在，云游四海，安尼快快乐乐，见落起来的树头，伊即马中拄啊这。有落空拄啊，圆空这天然的哦，这毋是人工做哦。拄啊配合伊这个来做竹啊。对。这个一支宝头，甲
这是一个创意啊，好像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边的疫情，让大家生活拢有真大变化。对拿团总艺术来讲，是一个自我修炼的机会，刻出真侪代表疫情时期心情的作品。云林县休闲产业艺术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景祥表示，国庆有侪艺术人才，所以等疫情过了后，按算要办展览活动。我们古坑的艺术家人才济济所以我们这有个想法，就是把这些艺术家集合起来，然后办一次大型的联合展出，会有一些相关活动，比如说产品的作品的义卖这样子，对，然后不只是推广，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社会大众。疫情升动社会，为了防疫，人甲人之间的距离只好扭开，所以侪艺术家毋望透过因的作品表达因的想法，嘛甲心内祝福分享给社会，毋望会当早一天度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咱的国手摕到金牌的时，颁奖典礼拢会演奏国旗歌。这首歌的华语版，大家拢捌听过。咱也驻心咧台语戏剧的阮剧团有团员，嘛甲这首歌写台语词，唱出台语版的，听落真感动。甲乡亲咱做伙来听看卖。熟悉的歌曲，不过煞是无共语言甲歌词。原本用华语唱的国旗歌，有剧团的成员用台语文重新创作新的歌词来演唱。MCJJ 就是这条歌的创作者，伊是想讲，其实因为阮的母语是台语嘛，所以阮用台语来写这条歌。伊迄个头壳内底就浮出来一句台词，就是讲，不管伫倒位，不管伫何时，这就变做这条歌的第一拍。这条用台语文创作的国旗歌内底，歌词的意思真好了解，而且内底特别点出台湾人为倒位来对倒位去，表达台湾的多元历史文化。过去拢是唱华语嘛，细汉时国校咧学的时阵，其实听无这个歌词是咧讲啥物，即马甲改做台语，我感觉搁较亲切，搁较好办，尤其是搁较接近台湾这个土地。另外一句就是该变转来，因为其实咱台湾人民有一寡人是安尼，即近日来嘛有做拍拼会当出去，其实这拢是咧为着咱台湾的和平，为着家己的希望，行出去无共款的所在，行即摆台湾。阮剧团讲，台湾是一个多元的国家，有真侪族群。希望这首台语的国旗歌只是一个开始，嘛期待无共语言的族群做伙来创作各种符合台湾族群的国旗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中南部有短时间的强降雨，爱细日变大雨甲单雷公。若其他所在伫过道了后会落西北雨，而且雨会比昨昏也搁较明显。比明仔载开始，北部的雨就较减少转做烧热的天气，严格南部同款是会落阵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